唱完就是副歌了。会唱到这里，然后再唱，再唱好。唱最后一首。对对对。
年年兄弟平安，感谢主的安排甲接礼，互咱今日暗伫遮要来举行咱一年2摆的即个培灵会。啊，即摆这一摆是下半年度，吼，咱有遮好的机会啊！咱即时咱来请姊妹团契来敬拜甲学乐。感谢主，咱搁一摆来仰望咱的上帝，请方便的姊妹兄弟，请咱起立伫主的面前，咱要举目来黄山。我要举目来黄山，我的帮赞打落来，我的帮赞对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来。我要举目来黄山，我的帮赞打落来，我的帮赞对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来。我要举目来黄山，我的帮赞打落来，我的帮赞对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来。我要举目来黄山，我的帮赞打落来，我的帮赞对创造天地的耶和华。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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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我要举目来黄山，我的帮赞打落来，我的帮赞对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来。我要举目来黄山，我的帮赞打落来，我的帮赞对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我的帮赞对创造天地耶和华来。是，咱毋若要来学乐咱的主，用咱的全心，咱也要来敬拜伊，搁较要来宣扬咱的主。主啊，我要学乐你。主啊，我要学乐你，用我全心。哦，主，我要讲起你奇妙的事，也要荣耀你名。主，我要学乐你，用我全心。哈利路，主啊，我要敬拜你。主啊，我要敬拜你，用我全心。哦，主，我要讲起你奇妙的事，也要荣耀你名。主，我要敬拜你。用我全心，哦，因为我永远到底你的来面，哈利路。主啊，我要宣扬你。主啊，我要宣扬你，用我全心。哦，主，我要讲起你奇妙的事，也要荣耀你名。主，我要宣扬你，用我全心。
啊，我要宣扬你。主啊，我要宣扬你，用我全心。哦，主，我要讲起你奇妙的事，也要荣耀你名。主，我要宣扬你，用我全心，因我喜乐我到底你的内面，哈利路亚。因我喜乐我到底你的内面，哈利路亚。祈祷的殿，我来到你圣洁的殿，奉献全生命来军队，献上我家己正做你合意的器皿。想使我心生命活气，个用信心来充满我。我要顺从你的心意，希望你的声音。我来到你圣洁的殿。我来到你圣洁的殿，奉献全生命来军队，献上我家己正做你合意的器皿，想使我心生命活气，个用信心来充满我。我要顺从你的心意，希望你的声音，予我正做基督殿，圣洁基督的殿，予万国万民拢主持，来敬拜我罗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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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阿爸爸，阮要安静阮的心，阮也要拍开阮的心灵，恳求圣神即时临到阮每一个人的心中，互阮会当有圣灵的充满，互阮会当听见你阴暗要甲阮所讲的话，感动阮每一个人的心。阮安尼同心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免。请坐。
请咱同心来祈祷。至诚啊，爸爸，阮的上帝，阮感谢阿罗你，因为你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阮更较感谢你，因为你的疼，互阮会通受你竞选，诚侪你的百姓，来享受上帝你互阮伫地面上一切的平安、喜乐甲祝福。主，阮更较感谢你，也凡事拢有上帝你美好的旨意甲业你。你互阮每一个人，伫阮的人生的路径的中间，你互阮逐人有无共款的职责甲使命，互阮会通照着你所互阮的恩典，互阮会通各尽其职。伫一日的中间，主你互阮你带领下面，互阮安然来经过。感谢主你美好的安排甲业你，互阮照着阮事工的计划，阮伫下半年度有要互阮伫阮的灵性上有真好的造就甲业你。也伫你主你美好安排的下面，你有差遣你尽忠的仆人，也就是圣经新竹圣经学院的院长阮介民牧师，来到伫阮的中间，使你要通过伊好的教示。伫阮逐人的灵性上，要做真好的造就。求圣神甲阮牧师三甲弟弟，互伊伫今日暗要将你的话，伫遐勉励阮、教示阮、帮助阮，互阮毋限定伫阮的生活上有真好的侍奉。也搁较互阮伫阮的灵性上，搁较得到真好的造就甲帮助。通过伊的勉励，也互阮大家会通拍开阮的心门，将你的活命的话放伫阮的心内，诚侪阮人生头前的帮助甲快乐。阮要将永暗即个聚会完全仰望交代伫主你的手中，求你亲自来带领甲引带，互阮伫遮无论是讲的、听的，拢平平得到利益。阮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甲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咱请牧师来介绍咱今日暗的讲员。大家平安。其实今仔日的讲师吼，那牧师伊大家真熟啦。比我搁较早吼，我无来咱树林教会时，伊阵啊踮伫个新航院、台湾新航院服侍，就几落摆有机会伫咱中间吼，含咱三甲敬拜。无咱今仔日真感谢主，尤其是伫个新航院服侍了2年前受邀请去圣经学院吼。咱知影圣经学院是伫个1950年代，咱开始要培家运动的时阵，迄阵啊讲要培家运动，就是信徒教会所拢要加一辈啦。若要加一辈，要去到遐侪传教者，圣经学院就是迄个时阵建立邀请侪的信徒欢喜回应的，毋免读新学院6年7年遐久吼，先去圣经学院训练1年2年出来，就用个出来传福音吼。所以这是圣经学院古早的一个因由。不过即马历史环境改变，这2年牧师去圣经学院，当然有无同款的使命，所以咱也真感谢主。今仔日暗时伊来到咱中间，所以伫牧师要讲道以前，咱先请美玲执事带咱来看上帝话。
请做伙来看上帝的话，罗马书1章16到17节，在程序单的后面。罗马书1章16节到17节，我先用和修本来念。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台语和一半。因为我无掠福音做见效，因为是上帝权能要救拢总信的人，大先犹太，后来希利尼。因为伫福音的内面有显明上帝的义，对信到伫信，照圣经所记载讲，义的人要对信来活。以上。下面，咱就要请段牧师来遮讲道。伊的题目，我用国语啦，这台语敢若读得袂啥顺吼。昔日信仰，行所改革中，吼，咱即是请段牧师。敬听的科牧师、牧师娘、圣为传道。以及列位中心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我有机会去回来甲树林教会。我看到汤牧师、牧师娘，真欢喜。这是一个听的教会，特别伫我伫新汉医服侍的时阵，我若只要要去请安，要去互人邀请去教会讲道，我就拢会来咱树林教会。有当时真趣味吼，有当时几遍做礼拜拢会撞到林宏信老师。毋是坐伫我头前，就是我坐伫后壁，我坐伫伊头前吼，所以拢会拄到神学院内面的。因为对新汉医来讲，这是一个毋是上近的教会安尼尔，上主要是咱的礼拜堂，嘛是早前咱的新汉医伫中山北路的时阵的礼拜堂，咱甲拆起来了后，咱的遮砖啊伫树林这个所在个顶起来，所以迄是一种感情，迄是一种疼。所以伫即个有历史的教会内面，较重要是咱真做圣道的相通，是甲过去的神学教育，嘛是现在神学教育，咱个伫连结。感谢上帝，有一我当工毋知讲，我才走去圣经学院，我来甲大家解说。我早伫2年前的2015年的3月啦，我开始祈祷上帝讲，我伫神学已经9年啊，未来要安怎？所以伫迄段时间吼，嘛服侍到一个程度，就是真棒啊！感觉讲较做就是安尼，我就祈祷上帝吼。你知有当时啊，咱的祈祷是真正讲上帝在听，上帝嘛甲你成全。你敢知我祈祷上帝讲，上帝啊，你若爱我去的所在吼，一定比神学伊欠较侪钱的所在，我较来去。你敢会做即种祈祷哈？我讲我去神学伊的时阵，神学伊欠差不多4000万。我努力吼，伫差不多7、8年的时间内底，还2000几万，所以剩无2000万的负债啦。台湾神学院，所以总会记得上帝讲，上帝你若爱我去吼，互我去一个所在吼是欠钱，欠比台湾神学院欠搁较侪钱的所在。叫上帝吼讲，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迄是圣经学院的董事长陈月桃长老，较早伫台中中会，我拢伫中委会做当工，然后讲阮牧师。阮圣经学院吼，阮的院长要请辞啊，所以你会当来甲阮斗相共无？我讲圣经学院管我啥物代志？第一，我甲伊我毋是校友；第二，我对圣经学院其实我拢无了解。叫后来我想讲，既然这是足适的当工，伊就甲我邀请，我甲伊了解圣经学院的情形。讲伊较甲我讲一句话，讲阮即马负债吼2950万，因为咱知影圣经学院有游泳池。有幼稚园，内面阁有一个迄种信徒训练中心，得互人住。所以伫过去吼，足歹想象讲圣经还是无钱的。所以迄个无钱吼，是后来较发现讲，原来咱嘛是有足侪代志的，就是讲一直伫改厝、伫起厝、伫修建，嘛是会开足侪钱。这神学院有即种经验，但是圣经学院感觉是较新。
但是较发现讲，嘛50几年的历史，所以50几年的历史嘛，发现足侪厝拢害去啊、旧去啊，所以嘛一直在开始在进入大整修的时阵啊，所以嘛因为安尼整修2栋个3000万啊，即马像即马游泳池要个整建嘛，该1500万，所以个足侪钱的。所以当我祈祷了后，我发现讲上帝真正听我的祈祷啦，互我去一个。结果我去的所在，当后来董事会逐个人一致拢通过讲邀请我去接院长的积分。结果我一去的我去尔定吼，开8月1号赴任，第一礼拜开主管会，我的会计就甲我报告讲，院长咱即摆吼是负债3550万。哦，唔对啊！当时会甲我讲负债2950万，他2礼拜尔定个变成3550万，600万对照出来。伊讲，咱3岁，啊，佮包括迄个伫教会单位，咱有第13个月甲第14个月，啊，就是迄个第13个月爱发的时阵吼，钱无够，可以借，啊，佮有几个工程借的当中爱借600万，所以我无形当中马上佮加600万的债务出来吼，所以。总是上帝恩典，互咱认真在做工的时阵，上帝佮帮咱，佮较侪帮咱我帮咱同工，有足侪兄弟姊妹共同在关心，所以佮一直在有在进步，有伫一直在发展，所以感谢上帝。啊，拄则柯牧师，我对少年20岁上捌我叫伊徐哥吼，叫徐哥叫30年啊，所以足习惯个叫伊徐哥吼。啊，就是讲徐哥有在甲我分享，咱的教会即摆开始在操练祈祷。祈祷是一个足重要，这是圣道相通。这个祈祷是，亲像咱的水吼，咱知影这是物理定律啊。水若无振动的时阵，水会停止啦。但是你若有在加，你有在加，一个人在加，2个人在加，3个人在加，足侪人做伙在加的时阵会安怎？水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它会产生什么？水，嘿，你一直在加，它会产生什么？漩涡，对，漩涡。漩涡会甲边仔吼袂振动的拢加入来，会加入来。所以咱的祈祷就是伫圣道相通，毋尔咱家己圣道相通，咱阁有上帝的心充满伫咱。所以咱做伙伫教，做伙伫教，做伙啊牧师鼓励咱做伙伫祈祷，咱的中心嘛做伙伫祈祷，兄弟姊妹伫做伙伫祈祷。咱有一直伫做伙伫祈祷的时阵，咱的教会要伫遮开始大进步。这个祈祷是足重要的。我过去咧带新学生去教会观摩，咱边仔人啊，你若拍40吼，后壁会走出啥？会40灵粮堂，嘿，我来讲，迄真正迄内底拍 Google 的时阵吼，啊，可见足侪人在 search 迄个40灵粮堂。但是，那我祈祷上帝有一天，咱愈祈祷的时阵，咱会安怎？有一天人内底拍40，后壁走出来是40长老教会，因为咱要诚做一个祈祷的教会，这是无简单。长老教会伫拄则牧师在甲咱分享，伫陪家运动的时阵，咱的教会就是开始在用早天祈祷会，咱就迫切在祈祷。所以早天祈祷会点到陪家运动，陪家运动教会数对233间到466间，会友数咱个对5-6万人，超过10万到11-12万，包括原住民的个7万，拢总咱有将近要19万的基督徒。所以伫迄个将近要60年前开始推动的陪家运动，到伫1965年，咱长老教会宣告100周年的时阵，咱的教会数是陪家。感谢上帝，这就是一群愿意祈祷的兄弟姊妹。祈祷是发电机。我拄则讲40灵粮堂，伫过去因教会足在成长的过程中间，有一群礼拜日透早，佮伫教会伫遐咧祈祷的兄弟姊妹，因个对还未礼拜进前，因为开始迫切祈祷，为着教会侍奉的兄弟姊妹，为着牧师的讲道，为着所有整个礼拜的线，因透早2场的礼拜，迄阵的祷告团队佮伫迄个祈祷室内面祈祷，伫遐咧诚做教会动力。虽然咱离无偌远，总是咱的教会有一个搁较水的历史，就是咱是一个听读上帝话语的人。长老教会今年文足重要，就是伊讲一个神学的观念，就是上帝的话甲上帝的神同做工，上帝的话语跟上帝的圣灵一同做工。所以有祷告，有读圣经，祷告跟读圣经是双轨，但是是同样要往前，不能一个轮子比较大。我喜欢读圣经，我不要祷告。
一个轮子大，一个轮子小，它会原地打转，它无法往前。所以我们要读圣经，也要祷告。我们已经很多弟兄姊妹有在读圣经，但是我们更需要祷告。所以咧，祈祷甲读圣经是平行的，这嘛是加尼文足强调的，毋是拄啊伫遐解说圣经尔定，受上帝话，告上帝神，做伙同工，做伙运行。咱的教会嘛是共款。所以今仔日伫咱用迄个宗教改革500周年，啊，伫咱的培灵会内面，我用即个较足伫中文的思考吼。昔日信仰形塑改革中，啊，明仔载有一讲吼，咱大家手有摕到这嘛吼，啊，迄个听书单内底，明仔载是讲明日改革中信仰形塑，那么改革中的未来，我们要形塑，就是从现在。明日的改革中信仰形塑，就是意思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塑造未来的教会。所以这是一个先讲过去，啊，搁讲未来。咱的教会有一个最重要，就是讲，咱是倚靠耶和华的教会，咱是倚靠上帝的教会。咱伫咱真实的圣经内底，我问大家一个吼，对创世纪到启示录，对创世纪到启示录，你有完整读过一遍无？有读过至少一遍以上的人，请举手。哦，有诶有吼，啊嘛袂少，啊嘛有诶啊更毋捌。咱会当啊，上中是伫对。上中诗篇好，啊，若搁较标准来讲，诗篇的对一章，咱若甲圣经吼，甲像蛋糕安尼，甲对中甲切一半，圣经甲切一半，中迄一节，中迄一节，对啊，迄一节就是诗篇118篇第8节，诗篇118篇第8节，诗篇118篇第8节，伊的台语版本讲。倚靠耶和华比倚靠人较好，倚靠耶和华比倚靠人较好，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这就是过去信仰的前辈因所经验到。昔日信仰形塑改革中，那些昔日的前辈，他们因着阅读上帝的话语，特别是整本圣经的中间那一节，诗篇118篇第8节说：“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投靠、倚靠耶和华比倚靠人较好，这就是基督教咱的信仰的核心价值。所以嘛，因为倚靠耶和华，所以咱较知影发现讲，人无算是啥物。嘛，因为人无算是啥物，所以马丁路德开始做宗教的改革。嘛，因为宗教的改革的过程中间，互咱发现讲，马丁路德就是读圣经，伫倚靠上帝的话语中间，伊的性命改变。伊发现讲，我效忠罗马教皇，原来发现错了，不对，应该是效忠耶和华，投靠耶和华，依靠耶和华。所以等于读圣经了后，伊才发现讲，哇，原来我过去所读的毋对。咱内底读，你若对马丁路德有兴趣吼，我以前有一段时间，最近嘛搁摕出来读。马丁路德吼，伊迄种敬虔干安怎？伫教会的迄种礼拜堂，伊安尼祈祷。伊讲是祈祷悔改认罪，一赞，安尼在操练祈祷，想通过苦修苦行来伫锻炼家己，互家己愈敬虔愈疼上帝。但是当伊安尼祈祷吼，你会当想象一赞规咧祈祷，啊祈祷搁一赞，迄是用足侪时间。你嘛知影，规咧祈祷骹头有足艰苦，但是伫迄个操练的过程中间，伊认为安尼伊会较敬虔，但是伊发现讲毋是安尼，所以伫读到罗马书第1章16节、17节，这是伊宗教改革的时阵足重要一段圣经在。伊讲我不以福音为耻，伊后来发现讲上帝话拍伊忝，伊愈读愈发现家己做足重，愈读发现家己愈来安怎，哪来哪重，吼，迄个压抑。所以后来读到讲，一人因信而生，迄个活命，上帝的话进入伊徛起来，发现讲，原来我是倚靠上帝，毋是倚靠教会的规则，毋是倚靠罗马的迄个教皇的迄个规矩，不是教会法比圣经更重要，而是上帝爱我，上帝为了我这个罪人而钉死在十字架上，一人因信而生。你发现讲，因为伊安尼，伊的性命无相款，
所以才有迄个勇气去发现，嘛分享教会当时的天主教会的毋对，嘛因为安尼，所以伫咱知1517年，伊伫遐写出95个宗教应该爱去面对的问题。这较定咱会有一寡时间会来讲。所以通过这段圣经，在咱看到，教会是一个动态的生命。人悔改了，伊发现讲，那我应该要起来do something，我应该起来做啥物代志？我要起来做，该开始找我对毋对，我该改变。我对若做了不足的，我该拍拼认真。所以伊开始诚做一个我靠耶和华的人的时阵，伊就开始去调整啊。所以伊调整毋是拄啊伊家己生命的动态生命的改变，同时间也是组织的运作也改变。要互伊的组织、伊的教会嘛无相款。伊发现讲啊，教会拢停伫遐死死的一个水，已经开始咧臭，开始咧烂，开始咧腐败啊。伊的教会开始咧腐败，所以伊安怎？伊爱起来教，伊爱起来教，加叮当改变。今日咱的宗教改革，就是对你甲我，咱要起来加叮当。甲咱的牧师，甲咱的中级同工，咱做伙加叮当，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意思是啥？我要加呢？咱拄则在讲迄个物理的定律吼，水得加爱有一致性。有人安尼在教，你若甲倒头教会安怎？你安尼教，我偏偏无爱安尼教，我要甲你倒头教，无爱甲你共款，你知影会安怎无？有人安尼教，有人倒头教，两股势力在那边会产生乱流。人嘛共款，我要安尼做，你偏偏无爱安尼做，咱个两股势力、教会、家庭，拢会因为不同的力道。我要安尼，你要安尼，所以到上尾会安怎冲突过来啊？阿公要煮咸，阿嬷要煮正，啊两个咧相拍，弄破鼎。所以就是分裂，就是对遮开始的。总是迄个分裂，毋是用我家己做中心，是用上帝话语做中心。所以当马丁路德当咱用上帝话语做中心的时阵，带出教会一个新的愿望、新的改变。所以嘛，因为安尼的改变，天主教会较发现我们也做错了。天主教会嘛开始做改变，所以感谢主，你看迄个正确的观念，就通过马丁路德开始，通过读圣经，通过祈祷，伊发现讲伊需要改变，伊嘛爱改变教会，这就是宗教改革。今日咱宗教改革的时阵，是一个提醒，毋是伫纪念500年前马丁路德伫迄个黑暗的世代，伊伫遐咧乌白沙的时阵，毋知要做啥时阵，有形容讲伊就敢若撒着一个钟的迄支。钢槌啊吼，啊个凊彩扭一个咚，啊伫黑暗的世代，甲逐个人拢总醒起来了安怎？但发现讲啊，有人在讲爱起来做代志啊，哦，毋是多迄种随机的、偶然的，而是上帝他自己在这个时代所要成就的。所以马丁路德互上帝来使用，伊来改变迄个时代教会。今日咱树林的兄弟姊妹，你我，咱嘛甲咱的牧师做伙，要来改变咱的教会，嘛要改变咱的未来。过去咱有一寡不足艰苦心的代志，但是虽然遐拢诚做过去，但是咱知影讲，咱要向前做伙来教，互树林教会毋掠合一，佮要诚做有力的教会宣教的教会，是一个有力的宣教的教会，所以。我讲的第一点就是讲，同时也是动态组织的运作。对一个人到一定的人，这个组织，这个组织是动态的，而且是有机的生命。咱讲今仔日，咱拢知影讲啊，有机的咱基本上讲这是不是好的哦？所以这是不是赞的？生命就是个体开始到群体，所以咱在这动力的过程里面，我们要产生成效。毋是拄有做就好啊！你毋是拄来服侍就好。我今日个做事工呢，我个做，我有办活动，安尼就好。咱足侪时阵吼，咱拢有在动力，咱有在做代志，但是有没有达到成效？还是只是说年底的时候做报告的时候可以分享说啊，我有做啥，我有做啥，我有做啥啊，我有交差，我完成了。但是回头一看的时候，哇，只留下记录。也感动了当时的你跟我，但是停留在过去的历史，
但是咱今日咱要搁继续向前走，毋是讲过去遐做无好，是咱知影讲遐是咧帮助咱发现咱所要行的方向是啥物货。所以马丁路德伊过去伫遐一站一站伫遐咧跪咧祈祷，伫遐咧操练。有一天觉醒过来的时阵，觉醒过来之后，他发现到那些只是操练，让他自己需要依靠上帝，而不是依靠他的知识才华。毋是我靠伊家己的能力，是我靠万军的主。义人因信而生，是因为上帝恩典，毋是伊家己的熬，毋是伊一天开5、6点钟伫遐咧跪咧祈祷，伫遐咧操练。所以马丁路德伊家己本身有迄款的经验了后，伊的经验帮助他反思，透过他的学习帮助他反省，所以他写了那个95条的论纲吼。因为95条论纲是因为发现讲，伊过去伫伊内底是毋对的，是错误的，所以伊爱做调整。所以通过读圣经了后，发现伊过去所遵守的，迄个罗马教会皇帝所颁发的遐个爱遵守的规定，伊发现迄是毋对的，他走错路了啦。他跟着教会的群体走错路了，所以当他重新阅读圣经、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他提出这95条的论述。因为教会爱去面对他，要去改变，而且是透过讨论，即便是辩论都没有关系，都要去面对我们教会所做的错误。这个做历史上的错误，咱真了解吼，就是未赎罪券呐，教皇未赎罪券。赎罪券的迄个功效是要互遐伫地狱的、伫炼狱的、伫遐无伫天堂的人通过我甲我的祖先买过迄个赎罪券，伊会当安怎？等我奉献落去买赎罪券的钱，扑通落落奉献箱的时阵，我的祖先的灵魂安怎去咧天堂啊？哦，咁就简单，哦，所以毋是安尼啊。但是咱了解，伫知识也未开发的时代内面，人教会讲啥，人民就相信。总是这个错误的观点，迄个唔对的方向，咱的信仰的前辈马丁路德伊个伫遐改变。所以今日咱要对这个所在来看，到底伫马丁路德是啥物货？伫伊内面的是啥物货？马丁路德写足侪批，其中伊有写一寡批吼，伫甲鼓励兄弟姊妹。这个话，可能检测你嘛捌听过吼。马丁路德有人甲问讲。你到底你要摕权力？你要拿权力吗？你要改变教会，只是你也要拿到教会的权柄吗？教会权柄不是在他里面，不是他所想要的，所以就甲教会，甲迄个人甲问的人，伊就甲回应的，甲讲，啥货伫你内底足重要的？啥物货伫你内面，真做你的瓦壳，真做你的核心价值，那个是最大的提醒。所以就甲对方讲。你若心中想的是权力，你就互权力影响啊！我想的是我会回应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伫我内底，所以就甲伊朋友讲吼，讲船伫海中，船是平安的，只要海水无伫船内底；人伫世界，人是平安的，只要世界无伫人的心内底。你若船若伫海中吼，本来是无代志，但是海水若入去船仔内底，迄只船仔就沉落啊！人伫世界，上帝创造内底，人本来无代志，但是你若甲世界放入去你的心内底，你个互世界甲你沉落去啊！权力若伫你的内底，你个永远有足侪权力想要爱；钱若伫你的内底，你个想要爱个较侪钱。所以对问伊的人，马丁路德甲提醒是：伫我内底是耶稣基督救恩，毋是要争权夺利。毋是要有得到啥物款的好康，所以兄弟姊妹，咱看到宗教的改革，这改革家因性命，他们的生命的形塑，就是被上帝的话语，因为有上帝的话语进入，让他原本黑暗的生命有亮光。所以咧，光一到黑暗就无啊，黑暗无是因为黑暗有存在，今日黑暗的存在，就是因为光无够，光无够。用托马斯阿奎那的话吼，伊讲邪恶会存在，就是良善不全呐。邪恶，咱的社会有足侪无好，邪恶的存在是因为良善不全。意思是讲，咱努力无够，咱做好无够，所以咱做无好，所以毋才有迄个歹的存在。咱若愈做愈好，迄个歹个愈来愈少。
迄个歹个愈来愈少。所以嘛，因为安尼，所以宗教改革才信仰的前辈应该重新把家己的生命的方向调整到面对主、面对上帝，互上帝来影响，互上帝来对因讲话。所以读圣经是上帝对咱讲话，祈祷毋是咱对上帝讲话，圣神嘛在感动咱，嘛在对咱讲话，要互咱领受。所以兄弟姊妹，咱会当看到信仰的前辈，因就是安尼在敲找上帝。当因目睭注视伫耶稣基督的时阵，因的生命方向才会正确。所以马丁路德伊伫咧宗教改革的时阵，伊咧讲有一寡代志，伊嘛提醒咱，我嘛用这段甲大家三角分享吼。所以接下来我要分享到底马丁路德伫500年前的10月31号，10月31号，伊甲遐95条论纲论述吼，甲定伫礼拜堂的迄种门骹口，伊也讲要求教会甲伊辩论，这95条有足侪拢是连续的吼，都是连续的，他只是一条一条一直写一直写，总共写了95条，要甲教会讨论的，要辩论的。我用几项吼，甲大家三角分享，咱得看就好吼。这是中文的翻译的吼。伊第一条95条的第一条吼，咱会跳来看吼。第一条讲，当我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应当悔改，伊用马太福音第4章17节，你们应当悔改时，他的意愿是希望信徒们毕生致力于悔改。人一定爱常常地反省。用今日咱讲悔改，可能咱较袂爱悔改，但是咱讲觉察。第二讲失觉察，咱若一个人若失觉察，伊个无去咧注意伊的生命。所以用中文的用悔改，其实呐用觉察。你有没有觉察到你生命出了问题了？你有没有觉察你在服侍，在你的生命的状态，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家庭生活，包括婚姻，你有觉察你即马有问题无？足侪人无觉察的啦，失觉察的时阵吼，就往往找无家己的生命的问题。所以当耶稣爱兄弟姊妹讲，应当悔改，悔改是怎样？转向，从错误的方向转向正确的方向，所以应当转向，应当修正，应当改变。好，所以迄是继续的，继续的。好，无一个人讲我已经正确啊，是不断迄个头前在敲吹。所以伊个继续讲，不应当将悔改一词理解为忏悔仪式。咱知伫天主教吼，有一种你爱告解。你爱告解，你爱忏悔仪式，即教士主持下的告解跟补赎。你爱做唔对，你爱补，爱互上帝甲你救赎。所以种仪式，你爱做这仪式的时阵，你的心较得到平安。但是人永远会继续犯错，所以你会变成讲一直在仪式，一直在告解补赎，一直在告解补赎，就一直在这样子的程序里面。但是面对这些，一个继续讲马丁路德讲，但他并非仅仅意味着内心忏悔，若无各种外部的苦行，亦无效能。所以这就是马丁路德伊的论证啊，不是多伫遐在忏悔补赎尔定，该个进一步安怎？你内心忏悔了、悔改了，爱个外口的表现呐。外口的表现是啥？你爱苦修苦行。你要付上代价，你愿意悔改，所以你要把自己从邪恶的世界走向神圣的世界，从错误的地方走向正确的地方，所以这种爱付上代价。你要转变，你一定爱付上代价。你袂讲我要改，你拢无叮当，所以要有苦修，要有苦行。所以佮继续讲，因为当时的教会，马丁路德是安怎讲这？就是因为教会拢叫人悔改，结果自己教会的那些当权的没有悔改，所以没有悔改的时候，这是问题呀。罪恶、错误都是从这一群人，因为安怎因倒头教、后背教，所以天主教的遐领袖就是唔对，所以唔只马丁路德就开始要去做改变。所以写第4条讲赎罪法。应与自恨及真正的内心悔改同步进行，直到进入天国。就讲赎罪这种的罪的法，爱甲家己迄种自恨就是讲对家己的迄种的怨叹，家己的感觉无够好，所以甲安怎内心爱改变。你会感觉讲我就是这么差，
我就是罪这么重，我就是上帝所无爱的迄种对自我的否定，对自我的否定，要把它改变过来。借着你在悔改的过程当中，求上帝怜悯，然后往天国的方向，一直到进入天国。所以这是第4条吼，95条论证。咱去看一条，第5条，教皇没有免除任何罪孽的意志跟权利，他只能赦免凭自己的权利或教会法加于人们的惩罚。意思是啥？哦，讲教皇有一个官兵会当赦免人的罪，但是迄个罪是啥？常常拢是教会规定啦。啊，教会规定安怎？啊，你若无遵守教会规定，个安怎？个唔对啊。哦，所以常常拢是人在得罪人，人得罪上帝有无？教会无在看人有得罪上帝无，是在看人有得罪教会法规无尔定。哦，啊，到一个程度，其实当我在准备这时，我嘛在回想，咱家己长老教会有当时嘛拢在强调教会法规。哦，咱是在得罪教会法。咱搁甲500年前有淡薄仔共款，咱会重新爱去努力。所以你看到伊写讲，或教会法加于人们的惩罚，咱想到这个亲像耶稣的时代吼，遐经学教师、遐法利赛人，因就是拢在甲耶稣贴标签的，对不？按照当时2000年前的那些拥有权柄的人，他们觉得耶稣错了，所以他们把耶稣用当时的教会法去限制。耶稣就是违反摩西的律法，耶稣就是违反安息日，耶稣就是互咱看做眼中钉。所以遐法利赛人就甲耶稣要甲钉在十字架顶悬，通过大祭司的手。所以咱会当看到讲，教会法拢是人的话，但是毋是真正上帝的话。所以只有当来读上帝的话。好，我个简单个看几条吼，咱看21到24条吼。讲推销赎罪券的教士们鼓吹教皇的赎罪券能使人免除一切惩罚，并且得救，便陷入了谬误。哦，因拢毋免做啥，遐个人已经做唔对的代志，遐个人已经拢伫安怎伫地狱啊，哦，伫炼狱啊，啊安怎？只要后代子孙甲捐一仔钱了，应该会当安怎？会当得到救。这是足奇怪啊，头一款代志，吼，好啊，第22条，教皇事实上并没有赦免炼狱中灵魂的任何处罚，因为按照教会法的规定，人应生前接受这些处罚。所以这是马丁路德在甲有一点仔在甲伊讲，你毋是讲要未死之前，该安怎爱受刑罚啦？啊，这人已经死啊，未负刑罚啦，要安怎会当来得到救？吼，啊，他会当管钱，会当得到救，安尼这是一种自相矛盾。所以这是一个提醒。23条，如果说有某些人能接受全部免罚的话，那也只有完美无瑕的人才能得到，仅有极少数而已。意思讲吼，太少人吼，无法度讲拢无犯罪啦，哦，大多数人拢会犯罪，哦，所以要求罗马皇帝讲，嘛罗马教皇嘛去了解讲，这毋是正确的，人拢会有罪。好，因此不分青红皂白的大肆鼓吹赦罪，不可避免的使大多数人受骗上当。好，所以定伫礼拜堂的大门吼，直接说教会是在骗人的。好，当时这个教会是在骗，但是咱知影是只500年前，当时的教会是要为着要有得到遐经费吼。好啊，我搁继续讲吼，咱搁看一段就好。35，凡鼓吹说购买灵魂免受炼狱之苦，或购买忏悔特免权者，便无悔过之必要，均不符合基督之教育，对吧？耶稣基督是爱因，大家人爱悔改，爱活当心，爱行正确的方向。但是若因为买赎罪券，灵魂会当得到救，安尼根免遵守耶稣的话啊。罗马的教皇讲的话，比耶稣讲的搁较大。所以咱是在挖靠罗马教皇，也是在挖靠耶稣，迄就是信用的调整。错误了就要改变。好，36讲真诚悔过的基督徒，就是不购买赎罪券，也能够获得全面免除罪罚的权利，是不是？安尼啊讲，咱会记得，某一个人犯奸淫的负人人，大人摕石头要甲牵对无？
伊犯奸淫的负责人，伊以后来嘛是死啊。伊死，伊的子孙甲有讲，我需要买赎罪券，甲我阿嬷、甲我阿祖甲伊救赎，毋免啊，因为耶稣讲，我嘛无定你的罪，你平平安安去，无搁再犯罪啊。所以伊爱改变，无搁再犯罪，囝无搁再犯罪，所以毋是子孙甲买赎罪券就有效。圣经内面有太侪遐犯罪人，撒该足好惹的啊，哦，但是伊安怎嘛是逐个足讨厌伊啊，迄个在耶稣拯救伊。若无伊可能就是安怎，嘛诚做迄个有罪的人，伊要甲迄个在紧觉醒起来了后，等于觉醒起来了后，伊知影讲我对做毋对，我该加倍行人悔改啊。所以耶稣互人有机会改变，这才是福音的中心。所以兄弟姊妹，咱今日咱的教会嘛是伫向前伫家庭当的时阵，咱虽然有罪，总是上帝怜悯；咱虽然无够好，总是上帝疼，互咱愈来愈好。嘛，因为咱互相鼓励，咱就会当继续向前的跑走。所以咱来看，好37条讲，真诚悔过的基督徒，或生或死，就是没有赎罪券也能分享神和教会的赐福和恩典。无论生也是死，就算是无有赎罪券，咱嘛都会当分享上帝的教会所领受到的祝福甲恩典，我们都能够领受。所以这才是久久长长的听，这嘛就是咱的教会存在。袂因为讲以前属灵教会兄弟姊妹领受的祝福一丝仔尔，以后领受搁较侪，上帝听无分犹太人，无分希尼利人，拢只是时间的前后，咱所领受的拢是同一个救恩。所以这是马丁路德对教会的提醒。好，咱看上尾2条95条里面的倒数2条。应当告诫基督徒通过苦行、死亡和地狱，忠心追随其主基督。所以是安怎？目标是伫耶稣基督，毋是苦行。迄个马丁路德家己足操练家己的，所以知影讲苦行对他的帮助，可是他觉得那个也不是最正确的。唯有忠心追随耶稣基督，即便是死亡也不用害怕，即便是地狱也不用害怕，人就是忠心的跟随。最后一条来，咱大家做位读，我们一起来读：唯有经历各种苦难，而不是虚假的平安担保，才能有把握进入天国。所以就是讲，虽然有经过无相款的苦难，无相款的操练，总是咱拢会当安怎有把握，才会当进入上帝永远的国。好，所以这是马丁路德95条因为宗教改革那个特别加这几条其实足侪恁有兴趣你只要拍网络讲95条论纲个拢会当看到遐95条，你读足趣味的，有诶，你会发现讲这实在是足含的代志但是伫迄个95条内面，伊拢勇敢去改变。错误迄个水是死水，伊爱甲拉，互伊变做活水。教会若是无愿望的，甲改变，咱的教会搁较是有愿望的时阵，咱就做伙来拍拼。所以马丁路德有这个经验，有这个改变好，接下来咱要讲咱长老教会创办人约翰加尔文他的经验，他的反省，伊咧讲教会真教会的论述。好，但先马丁路德讲了，讲加尔文加尔文伊对福音的注解，伊讲福音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加尔文说。福音不是使人局限于现世生活的快乐，乃是提升他们到永生的希望；不是把他们束缚在尘世的快乐，乃是告诉他们有寄托在天上的盼望。所以福音是每一个宗教改革的伊要讲的不是教派的福音，是耶稣基督福音。所以今日咱的长老教会，咱嘛在讲的是耶稣基督福音，只是用无相款的方式来表达。加尔文是安尼表达，伊讲咱要互咱的 Genevieve 日内瓦，伊的教会是伫日内瓦，互日内瓦伫日内瓦亲像伫天顶，所以真认真伫互日内瓦教会进步，嘛互日内瓦即个城市互伊好势，即个好势要互伊真做伫地面，伫日内瓦亲像伫天顶，所以迄个福音是伫对。是伫地面上，不是
把弟兄姊妹说啊，伫教会足好诶，你兄我弟，大家拢足好诶，感情足好诶，安尼个好，不是局限在现实生活有快乐，而是怎样有永生的希望。所以是一个从地到天上，从地上到天上的观念。而且他又继续说吼，不是把人们束缚在尘世的快乐，是告诉他们有寄托在天上的盼望，有寄托，有一个寄望伫天顶。所以这个讲法才是真正的福音。福音是伫天顶，不是伫地面上尔定。地面上真好，咱的教会真好，咱的家庭真好，但是更较重要是对这个好是延续到伫天顶的。所以这个福音加尔文在讲的是这个方向，所以这个方向是咧帮助兄弟姊妹会当知影讲，原来今日咧咱在看吼，日内瓦差不多伫世界上吼是足好大的一个都市吼，日内瓦甚至瑞士足侪所在拢是宗教改革受到加尔文的影响的这城市拢足好大，因为足好大就是讲我要互地面上咱所徛起的所在亲像伫天顶，所以这种的努力就是要互直接经验到上帝的同在。以后你去你天堂，你就无感觉，就你已经习惯了啦。在地上已经有这种天上的氛围了，回到天家就感受就很一样啊，所以迄是一种努力的方向。所以加尔文伊在讲到，咱真正有福音，福音是基础，伫地面上真好，伫天顶嘛真好。所以真正的教会是甚物会？真教会是一切敬虔之人的母亲，意思是讲。每一个敬虔的人会把教会当作伊的母亲。当我以前咧读册的时阵吼，啊，包括最近个重新咧读的时阵，有想到讲哇，真正。所以我过去有一个教会观呐，就是我毋知，我感觉甲树林教兄弟姊妹分享过。我分享讲，咱的教会观就是咱的教会个是妈妈，敬虔之人的母亲。这妈妈就是咱的教会，就是老母的腹肚。咱每一个人拢对老母的腹肚出来，对无？咱大拢是妈妈生嘛，妈妈生，咱拢伫老母的腹肚的时阵，老母怀孕，伊的营养，伊所吸收的，伊的欢喜，伊的心情的物质，囡仔伫腹肚内底拢知影。胎教就在这边啦，好，教会嘛是老母的腹肚，老母，所以入来的兄弟姊妹，咱就是被教会孕育的儿女。所以，咱来祈祷上帝，和咱的教会、属灵教会、适灵教会，就是我们的妈妈，属灵的妈妈。所以，咱直接被孕育。所以，咱来祈祷上帝，和咱的牧师，和咱的服侍同工，每一遍咱若在聚会时阵，咱祈祷上帝，和伫内面的被孕育的上帝的儿女，就是你跟我。我们被孕育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这边我们得到营养，属灵的营养，属地上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们彼此相爱。当礼拜煞、聚会煞，咱大家踏出去的时阵，咱个真做像婴仔生出来。好，当我们踏出教会的时候，就像婴孩离开妈妈的肚子，成为新造的人。所以，教会是一切敬虔之人的母亲，其实就在提醒我们，就在共同在孕育适灵教会，成为形塑人的生命、改变人生命的教会。所以，毋是咱来讲啊，我得到好就好啊，是咱大人拢会当感受到讲，要互入来到属灵教会兄弟姊妹，伊踏出去的时阵，伊会讲，我后礼拜阁要来，我要伫遮 renew 更新，吼，顶头生，吼，这种的观念。所以，当加尔文在讲，真教会是一切敬虔之人的母亲，他同时间也就在说，凡以上帝为父的，就以教会为母亲，哦，这是其中用父母的观念啊。凡以上帝为父的，就以地上的教会为妈妈为母亲。意思这是在照顾、在孕育、在帮助、在互咱成长的所在。好，所以这是加尔文的教会观。所以互咱知影讲，咱的教会是咱属灵的母亲，总是伫这过程中间，咱做伙来拍拼。好，加尔文佮继续讲吼，会讲耶稣基督甲使徒以及先知，因有一个立下一个榜样，就是当教会就是指上帝所呼召的儿女们所成立的地方哈。当教会发生问题时，不是选择离开，而是投身其中，继续努力。你毋是讲啊，这水拢臭水啊吼，无我的代志，我走来别位。
而是要怎样投入其中。你要来教，你有分有你的工作，你不是讲我换下一间。足多人把教会当成陶城，咱知古约时代有陶城，做唔到代志啊，闪，走来迄间，佮过伫遐出代志啊，佮走去另外一间，走去另外一间，哦，你会当把教会当成陶城，可是那不是对的。加尔文长老教会的提醒是讲，当教会发生问题的时候，不是选择离开，而是投身其中，而且继续努力，哦，这会拍拼。所以无论过去安怎。咱拢知影，我们要继续努力，投身其中，继续努力。教会不只是母亲，也是学校；教会不只是母亲孕育我们，也同时间是一个学习的地方。所以长老教会，我伫明仔载吼，我会分享咱对伫将来教会，我伫明仔载的第3点，改革宗教会的想象与扩充。有讲你文的理想，就是建立教会，佫是学校，佫是图书馆吼。这是加尔文。宗教改革观吼，一个教会嘛是图书馆，嘛是一个学校，是一个成长会当吸收的所在。好，所以咱长老教会特别苏格兰长老教会是咱的母会。咱的母会孕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无论是马街的爸爸妈妈嘛是苏格兰人。伊爸爸妈妈移民到加拿大了，较生马街，所以有迄个苏格兰后裔，有苏格兰的影响。长老教会受到加尔文的影响，加尔文影响一个 John Knox 对 Geneva 对日内瓦去等于苏格兰，伫苏格兰做宗教改革，做宗教改革了后，就开始有在发现讲，咱爱训练兄弟姊妹读圣经，我们要有纪律，要有纪律。所以长老教会很强调的是纪律，因为因为有一种加尔文他是一个学法律的人，所以他注重最重要迄个纪律的问题。所以长老教会是强调纪律的，那纪律是透过学习而来的，所以教会是一个学习纪律的地方。所以学校，你的囡仔若送去学校无学做好囝做歹囝，你就感觉这间学校无好。所以学校是在训练囡仔有纪律的所在。教会是教会学校，所以我们也是要有一个纪律。所以当咱教会决定，咱做伙要拍拼，做伙祈祷的时阵，咱要恢复早前长老教会种敬虔祈祷的模范的时阵，咱的教会有这个目标，我听到足感动。我跟你讲，真正，我已经足久唔捌听长老教会在讲，我要认真操练祈祷啊！我讲，我对啥？我的爸爸是牧师，许哥吼的爸爸嘛是牧师，我拢是伫牧师的家庭大汉的。我细汉就会记得透早5点。迄种早天的祈祷会，4点外，迄老长老，包括我家己阿嬷嘛是长老，透早去教会开窗啊，以前的窗啊是安尼凸起哩，啊个啪，啊个一个窗啊一个窗啊开，啊互新鲜的空气入来，伫遐开始一切要换新。迄种对透早起来，天还未光就开始操练祈祷，迄个时阵的长老教会，咱的教会在复兴，咱的教会在进步。今日咱的属灵教会若会愿意的时阵，咱会当做即种的代志。咱互台北中会以后人要来观摩，讲属灵教会安怎开始祈祷的？你愿意无？你愿意付上代价吗？没有愿意付上代价，永远就不会增长。哎呀，所以今日我食饭的时阵，徐哥在甲我讲这，我足感动。我感觉讲，我已经足久无听到教会在讲，我要操练祈祷啊，信徒欢喜祈祷，忠直愿意祈祷。迄个祈祷会当点倒咱的热情，我就会记得我细汉捌有一样代志吼。我的爸爸，阮兜3代单传啊，阮兜吼是伫屏东，伫我阿祖迄代吼是好野人，足好野，有够好野，有土地2000甲，系啊，2000甲，对东港溪到南边溪，吼，哎，对海边到山边2000甲，因为我阿祖是秀才，吼，是互清朝政府甲颁发土地啊，所以阮兜有，但是包括即马吼，你若是海军陆战队，你就知影讲大鹏湾吼，屏东有一个叫大鹏湾，大鹏湾遐有差不多200甲，200甲是阮阿祖的地啦。啊，日本政府来了吼，甲伊征收去，写一个借据，讲以后日本政府若
战争了后，即个军事用地若用了要行完，结果招去到即马拢无行啊，嘿嘿，对啊，迄200架，我即马就好嘢啊，对啊，但是迄拢真做过去。所以我对我细汉的时阵，我的阿公，伊家己是银行的总经理，中华银行，所以迄阵，所以伊的经济嘛拢足好诶。阮兜互人，我伫我10岁的时阵，阮兜互倒3000几万。40年前的3000万，然后较有年纪的知影讲，40年前3000万，可能会当买几排的厝啊，会当买几排的厝啊。有一天，阮爸爸甲阮讲，咱兜特别无钱啊，因为互阮3舅公啊倒去，互我阿嬷的弟弟倒去，倒3000几万。我对迄阵较开始知影啥叫做无钱，啥会知影开始歹过日。对我开始有印象的，对大汉的过程吼，阮兜差不多20个查某囡仔。查某囡仔吼，若较有年纪就知影讲查某囡仔，查某囡仔就是厝邻较丧乡的家庭吼，甲因查某囝袂来好野人因兜，所以我到8岁9岁的时阵吼，我食饭拢啊个人伫甲我饲啦。我真正我国小1年级、2年级，阮兜阁有一个专门甲我饲饭的查某囡仔。我脾气足歹，系啊，我足够生气的。我若无欢喜，若互我生气，我阁甲饭甲扫掉，系啊。迄个查某囡仔个互阮阿嬷讲，嘿啊！一直到我国小，阮爸爸有一天就甲我讲，阿明呢，你爱改变，你大汉啊，你爱改变。伊就甲我讲，有一项代志要甲我试，看我会当甲伊做伙来努力无？阮爸爸甲我讲，摕一块足水的茶，很漂亮的茶，爱摕一杯的铁钉仔互我。伊讲：你若生气，迄阵拄啊国小6年级，拄啊毕业，伫等要上国中，系啊。然后你若生气吼，生气一届，你就钉一支钉啊；你若生气一届，你就钉一支钉啊。迄阵放暑假嘛，感觉趣味啊，生气，起来钉一支，生气钉一支。你毋知迄暗吼，第一天，迄暗我要困的时阵，差不多要30支，的钉啊。可见我足够生气的，大细项代志拢会当生气。所以我看哇，一天发生气，圣地发圣地迄侪届，第2天吼嘛是挡袂牢，个拢发圣地。一个暑假2个月吼，订6、700支吼，后来有较少啊，但是安怎一个茶拢总满。到我开始上国中1年级，开始功课压力来啊，透早出门读册，永暗转来嘛是个会发圣地，一直到有一天。1年级伫要下学期的时阵，有一天，我甲阮爸爸讲：今仔日吼要困啊，我拢无发圣地呢，无订半支啦。阮爸爸讲：好，你搁维持一段时间，我搁继续维持一段时间，维持差不多伫寒假一段时间，有3、5天，差不多几礼拜拢无发圣地吼。有一天，阮爸爸甲我讲，好，对今日开始，你若无发圣地，你搁一天挽一支钉啊，一天挽一支钉啊。你毋知我所有的钉啊挽了，我国中毕业啊！系啊！等我国中毕业联考，迄一年，我甲迄个钉啊拢总挽了的时阵，阮爸爸甲我讲：你看到啥物？3年的时间，迄块足水的茶，千疮百孔。后来阮爸爸摕补涂。我都要讲台语，我唔知迄中文要安怎讲，就是墙壁如果有破洞的时候，要一种土把它补上去，迄叫补涂。我爸爸用补涂，甲迄块茶顶管遐个空，互甲我补，搁用油漆又围起，互伊搁整做一块水的茶。兄弟姊妹，咱的性命就是安尼。你若每一遍伫咧伤害。伫咧错误，就是钉伫迄个茶，钉伫迄个茶顶管，个一空。当咱伫埋怨咱的家庭，埋怨你的性命，伫埋怨咱的教会时阵，咱就是伫钉迄支一空。就算有一天，甲遐个钉啊拢扭起来时阵，千疮百孔。你的家庭、你的婚姻、你的性命，包括咱的教会无好，家庭无好，婚姻无好，钉足侪支钉啊。总是耶稣甲咱挽起来了后。伊个稳定的保护，甲咱保清气，互咱个重新恢复。
这就是宗教改革要对咱的提醒。咱有觉察咱的性命无够的所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而得到改变。所以这是我的性命的经验。3年的时间，我较学了一个功课，无搁黑白发生圣地，因为遐伤害，拢是真侪人的性命。包括我拄则讲，我若无爱食饭的时阵，饭甲烧落，迄个查某敢若甲互阮阿嬷讲，你安怎饲的？饲甲是安怎？互我即个金孙甲碗烧落去，哎呀，互我发生的。我的生命中间有这个故事，是要分享讲，后来就是伫信仰的学习内面，较发现我错了。所以教会是一个学校，帮助我。透过我的父亲，我的爸爸是一个牧师，伊嘛是厝里，阮兜家己嘛有公司。我毋知咱有人是南部人无？啊，阮兜阮的亲族内面有阮综合医院，啊，较早大同百货，高雄的大楼是差不多40年前吼，高雄的大楼吼，用的电梯拢阮兜的电梯啦。吼，阮兜迄阵有进口日本的、欧洲的、意大利的、美国的电梯，所以高雄市的电梯差不多拢阮兜在做的。所以有啊，包括电子表。我国小2年级吼，我去挂电子表，啊，阵个电子表啊，时钟吼，汽车迄种日产的吼，也是福特的，迄头前迄个时钟吼，啊，对时钟到电子钟，迄拢是阮兜的产品，阮兜的公司，所以真好嘢，但是嘛袂堪这风倒，遐拢会诚做过去，搁较好嘢拢会诚做过去，所以只有上帝的话才是久长。所以通过这学习，互我了解讲。信仰对我生命意义，所以500年前的宗教改革对我来讲，迄毋是一个历史，迄嘛是我生命的一个改革的过程。每一个基督徒，咱拢是伫宗教改革的一份子。我佮分享一样代志吼，我读神学院的时阵吼，我是南部人，所以南部多一间学校尔定，叫做台南神学院呐。嘿，所以阮爸爸伊嘛是读台南神学院，伊是读中原大学。迄阵叫做中原理工学院，伊读物理系吼，啊物理系毕业了后，伊搁去读南神，所以足晚较结婚吼，伊要28、9岁，就是大学读了，搁读神学院。啊，毋过迄阵，阮兜有用开一寡钱，阮阿公阿嬷开一寡钱去买通遐国民党的官员，阮爸毋免做兵，所以阮爸爸无做兵，嘿啊。反正你也知讲，有钱使鬼会无啊吼，有钱能使鬼推磨，所以阮爸爸无做兵，系啊，所以个直接大学毕业了，个读神学院啊。啊，我分享，伫我迄个成长的过程内面吼，有一天我甲阮爸爸讲，我要读神学院啊。阮爸爸讲好啊，我甲神学院的啥物人讲一下，讲你要读啊。我讲毋过我毋是要读南神，我要读台神、北神。阮爸讲哈，要读台神。好啦，因为我个拢伫台北嘛，所以伊个无搁讲话啊。结果是阮爸爸遐同学吼，南神的遮校友，有一天我转去的时候，啊，甲遐阮爸爸的遐同工做伙，有一个甲我有一寡亲戚人讲指阮爸爸，讲指我啊骂，伫骂阮爸爸，讲一嫂，阮爸爸的名叫一嫂，因拢伫南神的同学拢直接叫名，讲一嫂你生一个叛徒，指着我啊，讲。我爸爸生我一个叛徒啊！嘿啊，为什么我没有念南神，我跑去念台神？我讲甲迄个冒亲人，我嘛足直接讲，丢了教会改革中的大拢叛徒啊！我直接就回他的，我嘛无得客气，我感觉讲丢了教会大嘛叛徒，对天主教来讲，长老教会、新议会都一样，都是叛徒啊！改革中的是叛徒啊！叛徒是啥物货？叛徒就是讲。我无要甲你同款，我要甲耶稣基督同款，毋是甲世界同款，是甲耶稣基督同款。马丁路德要学亲像耶稣基督，伊毋是要学教奉。所以改革中的你甲我们都是天主教的叛徒，因为我们是追随耶稣基督。这个是从马丁路德到约翰加尔文，所以我家己本身我家己嘛，互人骂过叛徒，所以我嘛甲讲你嘛是叛徒，咱拢同款呐。毋是无读台南神学院，就叫做叛徒。我甲大家分享这个过程吼。好，所以伫遮我做一个 note 吼，讲抗议教会不改革，改革教会不抗议。哎呀，马丁路德抗议教会不改革，
今天改革的教会是没有抗议的，意思那个继续在改嘛，继续在进步嘛，所以不会有那个抗议，不是代表就真的没有抗议，而是抗议就已经在改变的过程当中了。所以，咱来看到宗教改革其实是在抗议教会错了，不改革。但是今天我们改革的教会就少了抗议，因为咱一直在向前，一直在修正，一直在将无好的甲除掉。所以嘛，因为安尼，咱的教会佮继续伫这个改革甲抗议的过程中间，所以改革与抗议就是教会在历史演绎过程中进行解构跟拆卸、蜕变与校准，以符合基督教信仰原则，并促进当代人民生活文化。所以，当我家己伫新学院几年了后，当我伫重新看我伫新学院这些老师，大家在教学运用在学生的身上，学生当传道人运用在教会里面，我自己也在检视我家己伫迄个过程中间，甲这新学生，甲这已经伫教会伫服侍传教者，因的性命安怎？所以有真侪同工会即马去圣经学院，我拢有机会甲这传教者有机会甲因分享，了解伊即马咧牧会的情形，我有机会做伙祈祷，为着我讲甲这过去的神学生开玩笑讲，我这还搁在做售后服务啊，以前在神学院当他们的老师，当他们的牧师啊，所以我到即马搁在关心，这就是了解因即马生命的情形。所以长老教会是继续伫咧推动甲人民、甲生活的人做伙，所以这是一个对个体到教会，不论是马丁路德或加尔文，他们从个人到教会群体。所以即将进入第二个个体呼召跟群体呼召。什么是呼召？神圣与世俗共融，这是第二项我来讲较紧一寡好，咱重新来看呼召。上帝呼召咱加做伊的门徒，耶稣的门徒。咱上帝呼召咱伫伊的国内面做伙来做同工。所以咱来重新搁来想看，今日咱做伙伫培灵会，毋是要分享鼓励，伫遮真正好尔定，搁重新回应这个 calling， 这个呼召。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呼召是指人生被一个比自己更有价值者呼唤，被造物主上帝呼唤，进而建立一个生命的基本方向与价值，这就是呼召的。搁进一步来讲咱看，伊都来讲我们要被一个就是讲有一个更有价值的来呼召我们。这个当然是指上帝，这个上帝伊互咱有一个基本的方向，佮有一个价值观。这个方向甲价值观，佮进一步来讲，就是真诚敬畏上帝。对上帝是真诚敬畏，对人就是热切的建造教会。所以今日咱啊对上帝真诚敬畏，同时间我们也就对教会要怎样热切建造。所以意思就是讲，咱来做伙来教热切建造。毋是拄牧师，毋是几个同工伫遐教，是你嘛爱来教。你若是属灵教会一份子，你个袂使讲无我的代志，就要一起来热切建造教会。所以一起真诚的敬畏上帝，也要同时间也要一起热切的建造。所以对迄个被一个更有价值的呼召，我们就要来热切建造，同时间也要真诚敬畏。好，搁较进一步，搁讲的时阵是呼召是啥？搁讲搁较内底，就是惊上帝啊！咱拄则在讲真诚敬畏，其实就是提醒你有惊无？惊毋是要互你闪足远的讲我足惊牧师的，我甲离牧师足远的，迄毋是惊。迄个惊是讲我无够，我做了无够，所以我才惊。我若做有够，我就袂惊。这个亲像学生啦，咱拢做过学生学生足惊考试的对无？你若考试准备好，你就袂惊，就是因为准备无好，所以咱才会惊。所以相对啊，对上帝嘛同款。你若准备好，你就免惊上帝，因为你真诚的敬畏，就是因为不真诚才会怕，就是因为没有敬畏，所以才会怕。你如果真诚敬畏，就袂惊。所以迄个是一个提醒，惊上帝，佮相对就是听教会。拄则你讲迄个。热切建造教会，简单讲就是
疼，迄个疼是真正哦，要付上代价的。你有听教会无？你得付上代价。哦，咱的教会即摆在建灯，我们爱教会，礼拜天那边奉献小猪哦，咱的迄个铺满的奉献，那个就是长期的。你一天有一寡零钱，这就是疼，你这疼。哦，你爱付时间，你爱付金钱，你爱愿意，迄个疼。所以传福音是对敬上帝、听教会，热切的建造教会，真诚的敬畏上帝。好，所以这是一个对于你愿意的时阵，咱就有一个身份，就是叫做传教者的身份。传教者的身份就是将天甲地，过去马街设立咱的教会，伊将天甲地建立伫咱的中间，互咱地面上的人捌上帝。伊将天顶的福音通过马街这个传教者分享予咱属灵的兄弟姊妹。这个过程中间，互咱知影，咱对信徒，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咱做信徒，耶稣基督的门徒的人，咱就诚做周间的传福音的人，将上帝，咱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对圣经上帝所通过这个前辈因所写的话语，圣神的感动的话。通过你我，咱这周间的传教者，因为咱是受呼召的，所以咱的受呼召，咱就爱诚做周间的传教者。明仔载我会讲血缘跟地缘，哦，明仔载周间的传教者是通过你的血缘，就是甲你有关系的人，通过地缘伫你边仔的人去共传福音，哦，这就是教会的发展的一个基础。所以周间的传教者就是你甲我，咱接受的呼召。若无吼，咱只是。都爱讲上帝的话，甲上帝的神同做工。咱今日讲，我愿意，但是你无行动。有愿意的心，嘛要有行动。所以咱来诚做一个周间的传教者。这周间的传教者，帮助咱对神性进入世俗，伫神性的教会，伫上帝的恩典，咱伫见证上帝的神。伫教会内底，咱拢会当见证。但是，这个见证是爱处理甲社会，伫社会这个俗世的教会内面，俗世的社会内底，咱来甲转化。所以，咱毋是伫教会内面唱歌敬拜，足满足的。这个满足，咱来流出去，伫你的甲人做伙的时阵，你来分享，信耶稣对你生命的改变。我搁用1分钟讲一个故事吼。我有一年我带神学生去教会观摩。我徛伫4002堂的门口，迄个门差不多安尼看。我伫遐咧徛咧等神学生，边仔有一个姊妹，伊嘛伫遐咧等人。我拢伫遐咧面对迄承德路吼，是旧的迄边的02堂。我伫遐咧等，啊边仔迄个嘛伫等。结果内面有一个姊妹佫行出来，啊结果徛伫遐的人回头看，啊传道，吼，迄个传道，迄个女传道讲来甲。这个姊妹徛伫遐讲，我伫遐边，我就想看，因个讲话做大声，我就加减仔听听看因在讲啥嘿。给个传道就甲这个姐妹讲，姐妹你在等谁？我说我在等我的同事。哎呀，哦，啊你上次带来那个同事怎么样？哦，那个同事现在稳定参加小组聚会的。啊你自己嘞，在来教会这几个月怎么样？哦我来教会这4个月，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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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简单几句话，伊讲着啥？他来教会4个月。他已经带了一个同事来稳定参加小组了。今天又带另外一个同事要来参加教会，4个月，伊带2个伊的同事，系啊。所以兄弟姊妹，咱的教会，我唔是要讲甲4002，是拄好我有这个机会了解。当我在看这个成长的教会，最重要的是兄弟姊妹愿意做见证。你祈祷感动，你受操练，我拄则嘛看到徐哥摕我看，咱即摆信徒的培育的手册，我嘛看真好。愿不愿意？愿意的时候，你就被改变了。所以，迄个改变就是对你愿意。所以，当你愿意的时阵，你愿意分享的时阵，你的同事就发现讲，你信耶稣袂歹，你真正生命改变啦。我愿意对你来去，愿意对你来去。所以我都要讲，迄个姊妹。4个月内底，伊家己生命得救，伊嘛带一个同事来参加聚会、参加小组。伊迄天阁带另外一个同事要来信耶稣。所以兄弟姊妹，有人在家庭当，迄就是转化俗世的社会。所以基督徒毋是无力，
是咱无爱动尔定，咱无爱讲尔定。咱若讲的时阵，可以当达到成果啊。夜景有30杯，有60杯，有100杯，迄拢是的。只是咱拢无爱夜景啊，敢有效？啊，我遮的同事大家拢有够烂，啊个拢无啊，因为咱拢是伫迄个负面内面。所以神圣跟世俗是能够共融的。为什么？因为都在上帝的创造里面。你袂当讲，咱树林教会足好诶，迄树林捷运站足歹诶，迄嘛是上帝创造。神圣的是上帝的创造，俗世的世俗的世界也是上帝的创造。上帝都看为美好，所以咱爱用上帝的眼光。好，所以今仔日共融的部分，就是讲神圣的教会拥有上帝国的盼望。毋是上帝国伫遮尔定，上帝国嘛伫火车头，嘛伫捷运站。上帝的恩典伫十字架顶悬展现，嘛伫圣神中间的感动，互咱做见证。所以今仔日你有见证无？你的朋友、你的亲人也未信的，因有听见你的见证无？我拄仔讲我的家庭，后来我的阿嬷吼，有一天上帝感动伊，伊虽然是长老，伊阁是牧师嘛，但是有一天伊足悔改了后，伊无阁拍遮查某囡仔，迄是伫我国中毕业之后，差不多我已经出去读册的时阵吼，啊，有一天我回来，我感觉阮阿嬷无啥讲，我听阿嬷讲，上帝改变伊啊，所以对迄阵开始，伊个对人，伊毋是种好野人的开口啊，伊是真正是一个耶稣基督救恩的囝子，吼，所以迄个改变，足侪人捌就讲，吼，即个迄个教母啊，阮教母啊，就是阮阿公啊，用阮阿公的名的太太，哎呀，教母啊，改变啦，足侪人捌伊拢发现讲，他真的改变了，迄是伫我的家庭内面的，在圣灵的大能当中体会到见证。哦，阮阿嬷是做长老，甲伊共拍的呢，哎呀，是迄种会拍人的长老，但是上帝嘛改变伊。好，第三方面，改革宗教会的福音，我们会有教改的4个原则：形塑信仰、释欲，还有诠释福音。好，4个原则，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好，来，咱看到吼，来这4个，伊是一个 circle 吼。这个循环是讲对圣经上帝的话语开始，圣经启示的中心是伫耶稣基督，无论对旧约到新约拢是同款。唯独基督，基督耶稣带来上帝的恩典，所以也因着唯独这个恩典，我们领受上帝这个恩典是凭借着信心，也因着信心，信徒的信心利于阅读圣经。好，所以通过读圣经，敬拜耶稣基督，敬拜耶稣基督恩典，然后咱伫这内面来建立咱的信心。信心是个对帮助咱对读圣经，所以这个是继续的。你对一个点拢会使，拢会当出来。所以无论是咱今日领受恩典，你要对恩典开始；你要对读圣经，就对读圣经开始；你要对基督的保护，就对这开始。所以这个教改的4个原则。所以唯独圣经，因为圣经启示的中心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带来上帝的恩典，而领受上帝恩典的途径则是信心。所以凭信唯独圣经。这就是我特别用迄个唯独对读圣经开始，所以马丁路德佮甲迄个加尔文，伊拢是读圣经的人。好，第2个，形塑信仰的释欲，眼目所及之人事物，思维所及之人事物。所以马丁路德伊的目睭、伊的思考内面所看到，就是当时的教会。所以当时的教会的人、代志发生的事，拢是伊所关心的。目睭看，头壳想。今日咱嘛爱目睭看咱的教会，想咱的教会，咱的树林教会，因为有你的投入，咱要做伙来打拼，咱的教会要搁较进步，明仔载的教会会比今仔日搁较好。所以这是眼目所及跟思维所及。所以你目睭所想的，目睭所看的，头壳所想的，是毋是拢是真正你所看入的？你的目睭、你的头壳，若想的是耶和华上帝。你可以掠上帝的代志最要紧。你的想的若是新台币、美金，最近新台币贬，你就要买美金。你的眼目所及、思维所及，都是那些钱的时候，你的目睭变成dollar sign。我捌有一段时间吼，目睭拢dollar sign啦，就看到这个长老经济袂歹，我很敢我来甲募款，系啊，
我伫心内真正是安尼，我目睭拢打落屎。好，所以眼目与思维之人事物，你目睭看的是看什么货？轻视别人是对家己无知，重视别人就是对家己甲别人祝福。伫教会内面，佫较是安尼。教会内面拢是上帝救恩的囝子，你有看重伊无？甲伊做伙做同工，毋是咧讲即个人的话使，毋是咧批评伊，是要做伙来拍拼。所以这是咧形塑啊，迄个形拍毋对吼，是迄个形容词的形吼，形塑信用的眼光。所以兄弟姊妹，你有你所讨厌的人无？你所看轻的人无？马丁路德毋是看轻天主教的遐个教皇、遐个主教，伊是知影讲，因是行毋对路，方向毋对，所以需要改变，需要改变。咱的教会、咱的亲人内面、咱的朋友、同事，嘛有人行毋对路，但是咱毋是轻视伊，咱应该重视伊，因为伊嘛是上帝救恩的囝子，只是伊的方向也袂甲咱共款尔。所以你有一个责任，爱甲帮赞，你爱祈祷，主啊，求你帮赞，有对一个时间，互我会当来影响伊。时若到，伊的生命要改变，这是咱的责任。所以对轻视到重视。所以福音，福音的意涵跟焦点，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焦点。就是我都在讲，你的眼目所及，你的思维所及，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焦点，活出耶稣基督是功能。这讲起来就简单的焦点功能，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在必要的事物上合一，重要的信仰原则一致。好比如讲，咱的教会，咱是用点水礼。隔壁有浸信会，伊讲爱全身受浸，所以洗礼就是重要的事物，加入教会的都要洗礼，但是是点水礼或者是浸礼，这个叫做次要的事物，非必要的事物上就要自由，你若感觉点水礼就真好，只接受。有的人就是爱去受浸的，伊感觉讲浸落较全身躯，较会得到救，就去浸信会受浸，这嘛是一种。所以这是叫做外围次要的事情要自由，在所有的事物上要仁慈，意思就是讲对人爱较宽容的。佮举一个较简单的例，要话礼拜要去阳明山，还是要去圣经学院？要去圣经学院，佮不爱去佮要坚持。你若要去圣经学院，我佮要甲你拉倒，我佮要叫一旁人拢莫去。另外一票的人讲，我就是一定要去圣经学院，我佮不爱去阳明山，阳明山定咧去，想无了啊，系啊。所以这个叫做啥？在野外礼拜是必要的事物，我们要合一；但是去哪里就是次要的事物，不做要去对，只要去是要邀我礼拜，要互兄弟姊妹圣徒相通就好了。所以全是福音，在解说圣经的时阵，不是拢伫遐在讲，我坚持的才对，你坚持的个唔对，安尼永远回不了。所以这是咱对福音的解说。最后。我要用这个甲大家三甲来分享教会继续在改革，教会继续在改革，改革永远无够，总是咱找出一个方向。最重要的是，咱长老教会信仰的前辈因写的 Westminster Confession， 为书民书的信仰的问答，威斯敏斯特教理问答第一条然后第一条说，什么是人最重要和最高的目标？什么是人最重要和最高的目标？我们一起来读那个红色的来，人最重要和最高的目标是荣耀上帝，永远完全以神为乐。这就是宗教改革的时阵，一个最重要的提醒，以神为乐，而且是要荣耀上帝的。人最重要的目标是荣耀上帝，以神为乐。所以求上帝祝福咱的教会，有一天能够在士林教会，我看见了上帝，在这里我遇到了主的恩惠，我尝到主恩的滋味，真是美好。求上帝祝福咱的教会，因为有你，咱做伙在参悟，互人担着上帝恩典。你家己先担着，你的生命经验着，你会甲人分享。愿上帝祝福咱的牧师，祝福咱的同工，祝福咱的兄弟姊妹，咱做伙来改变这个时代，咱做伙来祈祷。主，我感谢你，你的恩典是甜蜜的，你的疼是大的，
因为你的长宽悬深超过阮所想象。求你赐福，赐福阮的牧师，赐福阮的传道，赐福阮的长老、阮的执事，阮每一个服侍的同工，阮愿意同心志、同仁爱、心神合一，做伙来做工，要来加顶当这个时代。通过阮在加顶当的时阵，求主掌阮，祝福阮属灵教会，因为有每一个兄弟姊妹的投入，阮做伙来成做时代的改革。求主赐福阮。有一天，人要找属灵的时阵，人要找的是属灵长老教会，毋是阮的宗派，是因为阮有耶稣基督，是有上帝你的疼，甲阮三甲同在。求你帮助阮，谦卑亲像你一样，互阮的性命，因为阮读上帝你的话语，通过阮认真祈祷，阮要超出上帝你对阮今仔日这个时代使命，帮助阮伫过去的经验内底，阮知影信仰的前辈因怎样来形成教会。阮也伫即个参与的过程中间，阮要塑造明仔载新的教会。求主赐福，祝福阮的教会，祝福阮的同工。互阮领受上帝你的话语了后，阮搁较深信，因为你有讲一届两届，阮有听见，就是亏力上帝耶和华，愿你的亏力祝福临到伫阮，祝福阮的家庭，祝福阮所做，也特别祝福阮每一个愿意为着属灵教会的奋兴来做伙拍拼的人，阮做伙加顶当。这个时代的使命，要互救恩的人愈来日日哪来哪多，要互灵魂得救的人日日哪来哪多。求主教阮三甲地地，祝福阮的兄弟姊妹，也伫今仔日，阮付上代价，阮做伙要来成长，阮做伙来学习，阮做伙要来进步。求主欢喜阮所摆列这一切，愿特别上帝你的圣神继续感动阮，愿行踏伫上帝你欢喜旨意的道路。为着今仔日的分享，阮献上感谢，求主继续感动阮的心，祈祷感恩，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阮建明牧师今天带给我们一个昔日信仰来形塑宗教改革，形塑我们今天的改革中。我相信上帝嘛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的生命中间，拢有无同款的故事。咱最近来念圣诗379首，真正愿圣神帮助咱，互咱会当愈来愈听主。愿我为听你，我主基督，我为哪听你。愿我为哪听你，我主基督，跪落祈祷，谦卑求你赐福，我心恳求保你。那古为那听你，为那听你，为那听你。早我牵条世间，咱的生命是毋是互主甲咱改变？早牵条世间，但是即马。咱欢喜放下逐项，专心来找主。谨慎的祈祷会帮助咱，愈来愈听主。世间虽然有艰苦，世间虽有艰苦，有问烦。感谢主，因为咱会当挖靠伊。主，咱愈学路愈祈祷，咱就会当愈得到快乐。我最近是无你，那句话那听你，
为那听你话。虽然溃烂碎烂，吟诗碎声，虽然溃烂碎烂，吟诗碎声，我心有我勇敢，为主来行，并且多无你那句话，那听你为我你咱真正要恳求主帮助咱会当珍惜来听主。迄款的听是因为咱的生命得到伊的改变。咱用一点仔时间安静咱家己，伫咱个人生命的故事，是毋是有看到主耶稣带互你改变？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生命故事，在生命的历程中间，哪个时间点、哪个阶段，在哪样的事情、哪样的情境里面，主耶稣带给你改变，你跟主耶稣相会了。我们用一点时间自己安静在主面前，我们自己跟他祷告，让你心里的话主耶稣会听到。亲爱的主，我感谢你，让我会当在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帮助我，让我生命会当得到你极大的疼，让我会当看到你带我这款的改变。主，我需要你因带保守我，让我会当主啊，恳求你怜悯因带。咱逐个人拢有咱家己生命真侪无同款的功课，成长过程、厝内的学习。伫学校读册，同学中间、甲老师中间的一个紧张；伫食头路、伫工作，甲同事承受的压力，面对业绩，面对工作的重担，侪侪的艰苦烦恼。伫咱家己家庭的建立顶头，真侪时阵感觉无够力。甚至咱做无够，但是主耶稣伫咱个人的生命中间，伊互咱经历着对伊所来的医治、起助，各一摆的扶持。亲像主耶稣所讲的：“既拿劳苦担重担来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得到快乐。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要让你们得安息，得生命，得丰盛。”将咱家己各一摆放伫主的面前。咱这段祈祷，咱请全会长老带咱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用你丰富无比的大爱来爱我们、保抱我们。你完全接纳我们，不管我们自己本身是如此的残缺、不完全，我们有很多的缺陷、很多的缺点，但是主，你就用每一个人的本相来接纳我们、保抱我们。主，你的爱激励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有能力，能够去爱我们身边的人。不管我们身边的人是可爱或不可爱，主啊，因着你的爱，你激励我们，让我们必须去爱他们。你的爱成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有能力去爱我们身边的人。
也让我们有能力去包容、去接纳、去忍耐。主啊，更能够因着你的爱，我们要传扬给我们身边的人，你这无比的大爱，激励着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是变成如此的美好。因为我们愿意去分享这份美好，这份完全的爱，这份在我们生命中不断的激励我们、丰富我们生命的爱。主啊，我们就有这份的感动，愿意去传扬，愿意去分享。主，谢谢你，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诉说你的爱，让我们成就更多的爱的故事，在我们人生的路程当中，主，你不断的在创造新的生命。谢谢你，谢谢你使用我们，愿意让我们跟你同工。主，让这个爱能够不断源远长流的，以至于我们能够更相信、盼望那永远的生命。主，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将一切的荣耀献给你，献给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愿我为那听你，咱见第一节。愿我为那听你，我主基督，归路基督谦卑，求你赐福。我心困求无你，那古为那听你，为那听你，为那听你。咱若听主耶稣，咱就要看到四周围的人的需要。我们不会轻视我们周遭的人，我们会看重他人灵魂的需要。求主帮助我们，看看我们周遭的人到底有哪一个至亲，有哪个骨肉，是我们为了他特别要祷告的。无论是在咱厝内，还是咱的亲族，还是咱的同事，有多一个骨肉，有一个至亲，咱要看到伊灵魂的需要。咱无看轻别人，无看轻四周围的，咱特别这个时阵为着这位亲人，为着这个骨肉，为着咱所听的，咱该提名在你家己的心内，开咱的心，开咱的嘴，为着这个灵魂，咱来祈祷。亲爱的主，我感谢你，因为我得到福音，我就要也意爱，会当互主你所听。我要将我的骨肉至亲摆列在你的面前。恳求主你也帮助，主啊，我恳求你听惜，通互我会当，我将这个骨肉至亲放在你的中间。互咱会当成做一个周间的传教者。成为一个周间传福音的人，但是我们特别要看到我们的骨肉至亲，我们每个人都有，咱大家人拢有，的确有咱挂心的，就意爱，伊嘛当得到这个福音。咱这段祈祷，请圣德长老带咱来祈祷。慈悲疼痛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要学落你，因为你奇妙的作为，互阮会当对正人的中间，被你拣选成做你的百姓，会当称你做阿爸爸。主啊，阮深深感谢你，因为你听阮教诫，互阮会当来明白你，会当来领受你丰盛的恩典。伫阮的生命中间来成做，甲你同工，甲你同行，阮感谢你。特别阮伫即个时阵，为着阮的至亲骨肉，还佫有侪人
因袂当领受了即款的福分，阮伫即搭要恳求天父上帝阮的主，会当亲像你来竞选阮，共一样，会当通过阮伫因的中间来做美好的见证，会当互因早一日来明白你，这是阮伫你面前迫切恳求的。主啊，阮检查阮的气力有限，阮有阮的软正，总是阮相信主你的圣神会当做奇妙的工，也会当通过阮伫你面前迫切的为因祈祷，也互因会当早一日来明白你。主啊，这是极其奇妙的事，也是你放伫阮每一个人为你做你的百姓，做你的囝儿，阮的责任，恳求你帮助阮，也互阮时时会当为恁来开拓上帝你的心意伫因中间。阮特别伫即搭过一摆，为因来祈祷，来为阮四周围的人来祈祷。啊，恳求你，互阮毋是干那伫你的圣殿来敬拜阿罗，总是阮也带会当做周间的传播者，来互因阮遮的至亲会当早一日会当来明白你，这是阮伫面前迫切的祈祷。安尼感谢恳求，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愿我为那听你，我主基督。愿我为那听你，我主基督。归路基督无你，求你赐福。我心可无你，那古的那听你，为那听你，为那听你。咱最后特别为着咱的教会祈祷，真正亲像拄啊牧师甲咱劝勉的，咱会当更较侪人加斗阵，或者会当吸引人的漩涡可以形成，让那种可以吸引人、可以吸纳人的漩涡可以形成。毋是人来，人也离开；毋是，是人来欢喜啊！伫这个所在，得到接纳，得到陪伴，得到大道，得到扶持。求主帮助咱，互咱的教会会当成做一个欢喜接纳、欢喜开放、欢喜互人来的所在。咱开咱的心，开咱的嘴，特别为着咱的教会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主是。感谢天父上帝设立你的教会伫这个所在，感谢天父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的救恩，互阮会当三甲组织伫这个世代来高举基督，互人也得到福音的好处。感谢主你，互阮会当踮咧树林长老教会三甲组织。主啊，阮毋若干那来这个所在领受你的恩典，阮也真意爱。
三甲来起造，互属灵长老教会搁较会当接纳吸引侪心灵丧向、忧闷、艰苦、有烦恼的人，通来到遮，得到主你家己本身的疼惜。主，阮的气力真有限，但是你是全能的上帝。亲爱的主，阮真侪时阵软弱软弱，但是你所要互阮坚固的石盘，要成做阮向前跑走的基础。恳求主你帮赞，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踮咧教会，拢会当互相好的结连，也通过主圣神你家己的引带帮赞，互阮会当成做一个有安慰、有造就、有宽勉的教会，互人心生也意爱，要来到这个所在。主，阮听你，因为你国较听阮，你先听阮。阮意爱来求近你，是因为你先来亲近阮。伫阮还阁做罪人的时阵，你就来到阮的中间。愿你圣神帮赞，当阮开嘴讲，阮愿意听你的时，阮真正领受主你所予阮的听。主，愿阮会哪听你。请起立，咱念第一节。阿门了后，请牧师来给咱祝祷。我为那听你，我主基督，归路基督谦卑。求你赐福，我先过求无你，那不为那听你，为那听你，为那听你。愿咱的大人君，咱的救主耶稣基督，伊伫十字架顶悬所留保护的功效临到恁。愿天父上帝无限的慈悲疼叹，愿伊大权能的疼临到恁。愿圣神的相通感动恁，互恁会当行踏伫救恩的道路，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咱感谢主，